開頭做媽媽煮緊飯，煮緊啲餅乾，係焗緊啲餅乾係咪？一家人就要去朋友嘅屋企，媽媽就要俾餅乾俾朋友食。喺地鐵嘅時候咧，妹妹冇話俾媽媽聽，就偷偷地攞咗個餅乾嚟食。因為妹妹好肚餓，所以佢就食咗啦。我同埋哥哥同埋媽媽瞓咗覺，所以佢哋就見唔到妹妹食個餅乾。一家人去咗朋友嘅屋企，朋友話點解啲餅乾爛晒嘅？最後妹妹就喊，因為佢食咗啲餅乾。講完啦。好好，好中意你呢個故事啊！咁媽媽點啊？媽媽知道佢喊完之後，媽媽點啊？媽媽知道。係。佢食咗啦。係，跟住點啊？跟住就妹妹點啊？妹妹同媽媽講咩好啊？係，跟住媽媽咧？安慰佢。係啦，就話啲誠實嘅孩子喎，係咪啊？就叫佢下次唔好食，係咪？